我很喜欢这首歌哎，我觉得它都可以拿来当那个偶像剧的主题曲，最后决定爱上你那种，你不觉得很美吗？就是拿来拍原住民的偶像剧，就像韩国一样的那种。如果有人投资啦，不过那马上就有什么赛德克巴莱，我还蛮期待的。原住民史上第一个，应该也是台湾史上第一个最庞大的电影吧，钱最多的。只可惜它不是偶像剧。我来拍好了啦，自拍自导自演，然后自己写主题曲，哇，怎么都来。好像你们不是很看好这件事情，是不是？只要这样，我就有机会。因为我觉得韩国人蛮厉害的，就是他们把他们的偶像都拿来台湾行销，然后 Super Junior、万科歌龙，然后有偶像剧有没有？然后一大堆本来听不懂韩文的，大家都开始学韩文了，连我妹妹都是。然后又吃韩国泡菜，最后还跑去韩国旅游，这实在太厉害了韩国。我在想说，原住民可以啊，我们那么多偶像，对不对？阿肉啊。使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联手拍个偶像剧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推广那个阿美族野菜瓜牛，然后有一次就哇，然后大家就哇，一定要去阿美族的部落里面太拉郎啊，太安静了，突然的，这样子就会促进把原住民整个形象翻转。除了哈日族的哈韩族啊，还有哈阿美族，哈原住民族，就是这样蛮不赖的啊。反正我们的话可能大家都听不懂，会有一点神秘感，自以为的。他们的话讲慢一点，轻轻柔柔的，其实还蛮像法文的。真的，你不相信吗？我示范了。啊好，啊好，就是你干部。对，风景。嘿，凯尤利，有没有很像？有没有？好，我想要唱这首歌了，你们跟我一起玩好不好？